他还想让他卡进去。大开炮啊！他有这么叫看你叫，他不是你妈没有的。有，哎呀，都是两个卡亲戚在这里对吧？哎，我看他有啥子？那块有电针子的。楼上那个，楼上那个，那个，你那个两千，快点买电话。买得起，40分就买得起。起来，我也买得起。哎，对嘛？这样子不行的。没事没事，走，没事没事。他楼上掉的就啷个100几就是呀？他那个有个啷个，我偷说的一看一眼。违规操作，是吧？是吧？也没有。好嘛，飞机嘛要啊，都是一看起的事情。